嚟就3陪大家睇天氣。本港今日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陽光，天氣炎熱。清晨嘅最低氣温介乎27至28度，而日間最高氣温升至31至33度。受高空反氣旋影響，未來幾日華南普遍晴朗，持續酷熱。我哋轉睇11點鐘嘅氣温係29度，相對濕度81%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，大家記得充分飲水啦。咁天氣先生，聽日繼續好熱喎。預測初時部分時間多雲，最低氣温大約28度，日間天晴酷熱，市區嘅最高氣温大約33度，新界會再高1、2度。而下個星期初局部地區有驟雨。聽日好曬啊！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1，強度屬於極高。大家出門記得做好防曬措施啦。我哋轉睇下，華南地區尋日仍然持續有雨。廣東省韶關市接連受到大雨影響，河道嘅水位上漲，低洼地區出現咗水浸，水位高度接近50年一遇。市三防指揮部曾經發布防汛1級響應，而今日下晝水位已經開始逐步回落。隨住副熱帶高壓脊向西伸展，華南地區天氣將會逐漸好轉，氣温亦都會回升。但由於濕度高，感覺就悶熱。韶關市未來1星期最高氣温會升至33度或者以上。當局提醒市民要慎防中暑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雷暴，澳門天晴。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。上海落雨。北京天晴，瀋陽雷暴，首爾落雨，大阪多雲，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明朗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天晴。惠靈頓、奧克蘭天晴，孟買落雨，新德里大風，卡拉奇明朗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驟雨，紐約驟雨，多倫多天晴，芝加哥多雲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雷暴，巴黎驟雨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倫敦、阿姆斯特丹天晴。天氣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